大家好啊，我係周哥阿周啊。咁上一期視頻咧就講到我哋好多港人啦，翻大陸買樓啦，好多人咧其實都揀咗中山啦。咁好多朋友咧就唔理解，咁點解揀中山啊？咁嗱呢期視頻咧我哋就講翻啦啊。喺香港一個殘酷嘅現實就係你奮鬥咗一生，積落嚟幾百萬嘅港紙，可能只係夠喺市區新樓盤一個車位或者一套200尺嘅屋苑。同樣嘅呢筆錢北上過一座橋喺中山，你可以買到一套臨湖大私家花園，面積過1000尺嘅電梯洋房，剩低嘅錢仲可以夠你體面嘅養老。嗱，呢個咧就唔係天方夜譚啊，而係一群最精明嘅香港中產正在進行一個財富同埋養老嘅佈局。嗱，我周哥阿周啦，直接拆解呢一場北上中山養老潮背後嘅硬核邏輯嘅實操指南。點解一定要揀中山呢？嗱，有3大優勢啊，就係代替唔到嘅。第一，距離係鐵律啦，中山一定係贏嘅。深中通道呢，而家呢又通咗車啦，從中山到深圳前海嗰個車程最近只係20分鐘時間啫嘛。深圳前海再到深圳口岸最快都係25分鐘啫嘛。呢個通勤時間啊，比好多我哋香港上班嘅一啲朋友呢個時間仲要短，所以距離呢唔係遙遠嘅返鄉啊，而係灣區1小時優質生活圈嘅完美兌現啦。第二，成本一定係王道，中山絕對係降維啦。我哋嚟計條數啊，香港一套500萬嘅樓鋪少，月租可能係15,000蚊左右啊。喺中山60萬人仔就可以買一套相當於唔錯嘅3房啊，每個月嘅租金回報呢，大概係1500到2000蚊人仔。你將香港嘅房租出去，用租金嘅差價都可以喺中山覆蓋月供啦，享受品質生活。嗱，手入邊咧仲有一大筆現金流。第三，底蘊係靈魂，中山咧絕對有家嘅味道嘅。中山係粵語區啦，文化同根同源啊，飲食啦、氣候啦、生活習慣啦，嗰啲節奏慢啦、綠化好、治安好。所以講咧係公認嘅宜居之城。對於養老嚟講咧，熟悉嘅陌生先係最好嘅距離。嗱，心動咧歸心動。但係港人北上買樓咧，最驚咧3樣嘢嘅：手續、醫療、孤獨。我哋一個個嚟分析啊。首先就手續問題啦，其實比你想象嘅要簡單啦。港人憑借回鄉證喺大灣區買房，享有內地居民嘅同等待遇。而家咧又唔存在嗰啲限購問題啦。香港收入證明大部分銀行都認。關鍵係要揾到靠譜專業嘅房產博主啦。我哋再睇翻醫療問題，呢個呢真係核心嚟嘅。而家香港嘅廣東院舍住宿啊、照顧服務計劃同埋醫療券啦，喺粵港澳大灣區試點醫院已經可以用啦。中山市人民醫院、中山西區中醫院等嗰啲定點機構啊，其實係發展得好快嘅。嗱，都可以享受到優質嘅服務，成本低於香港。譬如眼部一啲小問題喺香港需要提前預約，醫療費呢大概係2000蚊到3000蚊港紙啦。而喺中山公立醫院係唔需要預約嘅，費用大概係300蚊到500蚊人仔之間啦。我哋再嚟講翻孤獨問題啦。中山嘅港人社區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啦。譬如話東區火炬開發區啦、三鄉、坦洲等等嗰啲隨地可見嘅港式茶餐廳，社區粵語咧通行，大家咧絕對係同聲同氣啦。所以你唔係開拓者嚇，你係擁有一個已經成熟嘅溫暖嘅同鄉圈。如果咧你要翻嚟中山養老嘅觀眾朋友啊，我作為大灣區中山房產博主嘅，我哋個人建議比較直接啦。如果你嘅預算係30萬到70萬之間，可以選擇三鄉嘅。
如果預算喺80萬到130萬之間嘅人仔呢，優先揀深中通道、橋頭堡、馬鞍島以及相連地區嘅東區、石岐、西區、火炬呢啲核心嘅成熟區域。呢啲地方咧，無論係自己住嘅舒適度啦，還是未來嘅資產流通性啦，都有保障。產品咧，如果係養老房啦，記住啦，電梯密度一定要低密度，好物業，社區要有基本嘅康樂設施同埋活動空間啦。你買嘅並唔係呢套房，而係購買一種更高性價比嘅養老方式。最後啊，講個忠告啦，喺我哋內地買樓咧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嘅就係有啲地區有啲樓盤係真係唔可以碰嘅，呢一點大家一定要注意。香港嘅房承載住奮鬥同拼搏，而中山嘅房咧係承載住從容嘅生活。聰明嘅香港觀眾正在用一個地理套現，為自己爭取一個更寬闊啦、更舒適嘅晚年。如果你都係考慮呢個選項啊，評論區話俾我知你最關心嘅問題。咁呢期視頻呢，我哋就到呢度，下期視頻再見。